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澳門萬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歡迎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我係劉仲志。喺今日節目當中，共同嚟關心下大家生活息息相關嘅交通議題。最近呢，住喺中區嘅，尤其係高士德同埋美副將一帶嘅居民出行，的而且確係有少少嘅唔方便，因為有多條巴士線路進行咗調整。高士德下水道工程竣工，除了之前減少巴士站點，從18號起，交通局將18條往松山方向的巴士路線重新調整。不過不少市民還是一頭霧水，也有的抱怨分流做得不夠好。嗰度我哋嗰個雅怡河幸運閣嗰度咧，本來原本有9號車9號 A 嘅，而家已經取消咗。唔方便，最起碼換3條線，換2條啊，1條行翻條道啊，喺關閘下總站搭車就可以嚟啊。咁行遠咗好多嘛。你攞多一部啊28C 或者99A 嘅是但一部行呢條線路啊。在新安排底下，原來行經雅聯坊的巴士路線只剩下這4條，高士德就有6條路線，而走美副將的就最多有10條路線。交通局解釋，之所以會保留遠離新橋區的美副將大馬路作為巴士主幹道，是希望加快疏通車流。因為高士德嗰個路網嘅情況同埋十字路口多轉向又多，較為複雜。所以衡量咗各方面嘅路面情況啦，咁我哋咧係決定咗將10條路線呢係保留翻喺美副將大馬路。另外，對於有駕駛人士投訴，最近交通局在雅聯坊和貝里拉街的十字路口加裝了多個紅綠燈，令高峰期更加堵塞。當局就表示是為了平衡行人過馬路的需要。斑馬線咁有一個人過馬路，車就要停㗎啦。如果透過一個交通燈嘅控制之下，可以喺一個合理時間內控制一群嘅行人同埋汽車係合理去分流咯。交通局表示，最近已經聽取意見，調整了一次紅綠燈的轉燈時間，但是增設紅綠燈的安排短期內不會改變。歡迎今日光臨澳門萬象嘉賓，澳門30行動聯盟嘅高允峰會長啊，歡迎高會長嚇。你好。關心下交通議題咧，其實尤其喺住喺高士德同埋美副將附近嘅居民，如果對於巴士線路一改咧，調整可能即係短時間內好難適應同埋好唔方便，尤其係對一啲老人家哦。其實我自己睇翻今次啦，個改道咧，因為其實都經過因為高士德嗰個下水道重整工程咧，咁其實都改咗唔止一次㗎啦，因為當時因應嗰個整路個情況。咁其實呢段期間咧，我相信都市民咧都有即係叫做好配合，我相信大家都對佢做咗一啲嘅適應。其實睇翻今次嘅改道咧，你話當局係咪冇做宣傳咧？其實如果有留意翻報章，甚至係話新聞亦都有講到啦。其實亦都我收過一啲喺附近收過啲傳單嘅，都係寫翻個改道嘅情況。咁但係可能因為涉及嗰個路線係相對比較多，同埋咧可能一時間你轉得太多咧，其實現實上我自己認為對居民嚟講真係一時間係難以適應嘅。咁頭先你提到老人家嘅問題咧，咁我覺得可能老人家呢個問題就更加係要關注嘅，因為老人家唔同我哋後生嘅，可能我哋1-2日搭唔到個適應到，但係老人家嘅可能佢搭唔到，可能佢仲去慢慢喺度等咗半個鐘都等唔到，所以我覺得可能甚至係住喺嗰區嘅老人家，其實係咪即係可能一啲相關平時家人啦，或者一啲叫做復控開嘅團體，其實可以對於呢啲改道嘅時候，之前都話定俾佢聽，等佢唔好咁難適應。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短暫時間內，我覺得相當難適應，但係我相信澳門市民好快慢慢就會可以改到呢個習慣。咁所以我相信問題，如果你話純粹就轉線路係咪好有問題咧？我覺得可能喺現階段唔覺，但係你話其他嘅究竟合唔合理咧？我哋可以再探討。其實改線路係有一定嘅必要性，因為係配合翻綜合嘅因素啦。其實信息方面其實政府都有通知，不過好多市民可能係即係好難短期內習慣同埋適應到嚇。其實即係呢個叫做緩衝期同埋適應期啦。咁另外一方面就話巴士分流其實即係原本嚟講其實係有一定嘅必要性嘅，但係即係未來巴士線路嘅優化方面，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諗多啲嘅？呢個巴士線路優化咧，其實咧我哋自己會咧，其實都就於呢樣嘢咧，我哋都有好多嘅研究，甚至我哋好多嘅短片都有出過。其實咧，現在我哋綜合嚟講咧，甚至我哋都好多問咗好多業界嘅一啲意見啊，好多市民嘅意見。但係其實咧，你慢慢發現一個咧，就係原來有3方嘅意見係幾衝突嘅。一方面咧就係可能就於業界方面就係話
揸車嘅。揸車嘅人咧，好多時咧佢就會特別係，譬如話係一啲貨車司機啊、的士司機啦，即係揾食車司機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個共通點，都會認為現在喺巴士站，喂係咪傻㗎？一條路入邊200米、100米就相隔太短，係啦，咁變成好多時就塞巴士，係塞得好嚴重，特別喺新巴士公司加入咗營運之後咧，你明顯見到巴士數量增咗嘅時候係更誇張，經常巴士站係6、7部巴士一條龍咁排，落都落唔切。好啦，你以為解決咗咩？點知前面下一個巴士站仍然係咁樣，咁所以變成佢哋都質疑就係話個站點有問題。但係好啦，同樣地呢個站點嘅問題，亦都係居民關注嘅，就係現在你睇得今次高士德嗰個改道，只要個站點移離咗，或者 cut 咗某一個中間嘅站點，居民行多100米、200米嘅時候，又會出問題。點解呢？因為每個人居民都係即係自私嘅，可以咁講，就係大家都希望巴士站嘅近我屋企門口好啦。而現實上你話係咪自私，亦都要諗翻就係老人家問題。咁可能好多人都話：喂，老人家喎，行動唔方便喎，我平時出行，我以前落樓下50米就有，喂，現在你 cut 咗巴士站，變成要行200米，嗰200米就會影響咗我搭巴士。咁所以變成喺呢一個衝突上係有問題嘅。第三方我覺得有問題嘅衝突咧係一般嘅使用者。一般嘅使用者咧，我聽過唔少嘅意見，特別可能係揸私家車嘅。其實咧，可能佢本身係自己揸私家車，佢梗係希望自己私家車個路上面係暢通無阻嘅。佢成日都有個印象就係架巴士塞住我。哇！你巴士塞到咁條路唔使行啦，跟住佢哋咧就會有一種覺得就係公交優先，嘥氣啦，公交優先啫，澳門本身都係咁噶啦，公交優先又唔好，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三方嘅嗰個平衡入邊咧，其實係好難做嘅。咁我自己最後得出嘅意見就係話，其實喺站面方面，我相信調整係在所難免。始終你現在嗰個唔合理嗰樣嘢，只係可能因為居民一時嘅嗰個習慣問題。但係我覺得透過一啲叫做例如話你一啲叫做站面如果合理配置，你同人講你行到100米、200米，我相信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始終澳門唔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居民嗰段時間係會適應嘅，咁亦都係理順翻成條路。而我覺得喺一個叫做私人駕駛者，特別係駕私家車、電單車嘅人，其實你要有個問題就係唔好成日覺得你塞住架巴士。點解呢？我自己嘅調翻轉頭諗，雖然我係揸電單車，但係你要知道，你一個人揸架私家車出嚟，你係一個人佔咗個路面空間，同埋嗰架巴士入邊嘅50人、30人嘅佔嘅空間，你自己計下大啲，邊個大啲？究竟係邊個塞住條路呢？咁我自己覺得就係話跳翻問題，我哋可能再探討就係究竟我哋澳門係咪嗰個私人車輛太多呢？公交優先係咪大家都有共同嘅一個目標，就係希望公交優先呢？我覺得呢一個可以再探討下。同埋尤其喺高士德同埋美副將呢帶馬路都係主幹道啦嚇，所以嗰個分流啊同埋更改線路市民都好關心。另外一點就話都有市民反映喺呢啲路段咧，可能嗰個紅燈十字路口啊比較多，同埋有啲係叫做係轉向都比較多，所以可能即係本身佢道路設計方面係咪存在一啲探討空間嘅？我試下分析呢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其實都係住個頭，我住新橋區，我經常咧如果係要去離開新橋區咧，都會經過高士德或者使用高士德嘅。咁其實咧我諗翻起當年啦，當年都唔係好耐，其實可能2-3年前，其實曾幾何時高士德好或者雅廉霍好嗰陣嘅紅綠燈咧係唔多嘅，即係喺講緊下水道重整之前嗰陣時，我記憶上紅綠燈係唔多嘅。但係其實嗰陣時就經常俾人質疑一個亂象，就係話因為同你講轉向多，或十字路口多，經常性咧可能高士德因為佢係主幹道，佢唔使讓先，但係兩旁嘅可能喺雅廉霍轉入嚟或者三等轉出嚟嗰啲位咧，係經常係塞到咧係全部後面攤滿晒，因為嗰邊係咁向前行啊嘛。特別你高士德塞車嘅時候更嚴重啦。基本上嗰邊唔使行，高士德行晒。咁嗰陣時亦都有個現象就係，因為冇紅綠燈啊嘛，有讓先問題，我梗係出去先啦。一啲十字路口咧係打晒蛇餅，係呢架車、呢架車、呢架車，喺一個十字形咁出嚟嘅時候，我試過見到係真係棘死咗嘅，一架巴士加2架的士喺度，中間已經成條路唔使喐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話喺嗰個優化依家嘅做入邊，可能居民都一時間會有唔方便，覺得有紅綠燈喎。有剩喎，咁會覺得話會唔會係話有呢啲嘢就慢咗咧？但係調翻轉嚟諗翻當初，可能你快嘅只係可能你咁啱行條主幹道快，你試下喺另外嗰啲橫街道出翻嚟，你試下塞3個至15分鐘嘅時候行唔行得到咧？咁所以我覺得喺啲頭先主持人你講得好啱，就係嗰度嘅路段本身上面個設計上面係咪又要俾人哋咁樣去穿插咧？因為喺澳門一啲主幹道其實大家睇翻可以
好似高士德咁神奇嘅一段好短嘅路，喺行前面100米有一個十字路口，100米一個十字路口係非常少嘅。咁可能但係咁啱呢條係主幹道喎。咁我自己覺得其實仲有啲方法可以優化嘅。咁舉例啦，其實當初啱啱高士德重整完之後，其實嗰陣時曾經做過一樣嘢嘅，就係話將其中一邊靠紅街市嗰邊嗰2條全部劃為呢個公交專道，另外劃為呢一個私家車專道。其實嗰陣時咧，我聽聞好多市民咧，特別係使用高士德比較多巴士路線嗰啲市民咧，其實係讚好嘅。佢會覺得快好多，點解咧？因為巴士唔再需要同私人車塞，而我自己作為私人車，我唔使再驚架巴士塞住條路度。但係有個問題啦，就係咁如果係咁嘅話，變成個路線單一喎，咁點算咧？其實有個解決方法嘅，就係話喺當時隔離嘅雅廉房，可唔可以調翻轉頭？現在4線嘅就係由呢一個松山天橋落嚟，一路向呢個紅街市方向，就係1-2條嘅公交專道，2條係一般私家車、一般車行。另外美孚就係反方向嘅，咁就變成喺嗰條路網入邊，你就將佢係有冇辦法理順翻？咁但係呢一個係一個構想啦，咁就現在係明顯係實施唔到，因為當中涉及一個非常大嘅問題，就係一來居民習慣問題啦。突然間你同佢講話啲路咁樣變，可能居民會覺得唔方便喎。我翻屋企，我明明住嗰度，我以前出門口我轉一個圈出翻去，依家要轉2個圈喎。咁亦都會有商戶會有意見啦。當初高士德重整嘅時候，你同我講等2年，等2年之後我門口嗰啲路向就會翻轉頭就會啱。現在你同我講改翻轉頭添，咁會唔會有更大嘅爭議咧？我諗喺最後平衡下，當局最後都係選擇翻用一啲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啲嘅方法用翻咁，但係亦都透過啲巴士去改道。咁所以我覺得。特別係呢啲叫公共服務嘅問題啦，其實都係居民咧。頭先我哋見到有啲片段亦都講得好好，好多居民有嘅意見，其實當局其實應該聽多啲，到最後去調整一個相對平衡嘅方案咧。因為你冇可能話滿足晒每個居民嘅需要。咁但係我想提多一點就係所有嘅問題出現都係以前點解冇，依家有咧，就係車多咗問題咯。係啦，咁交通議題相關嘅內容稍後翻嚟，我哋繼續關注同埋探討。稍後見。這裡棲息着一切的自然和美好，我們守護着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投入、體味，傳承一種生活的文化。它的名字叫莊園，華發生態莊園。獨特視角直擊最火辣的新聞熱點，獨立觀點洞察最隱秘的新聞真相，獨到評說，解讀最複雜的新聞關係。奧亞新聞每晚8點。從台灣觀點帶你深入了解台灣，探索大街小巷的台灣民俗風情，掌握最火熱的台灣經濟動脈。敬請鎖定《走進台灣》。每天中午用30分鐘帶給您梳理清晰的新聞資訊，無論是國際大事、台港澳動態，還是財經資訊，明年全球經濟增長還原。午間報道，每天中午12點，給您一整天最需要的資訊能量。探索澳門萬象，解讀時政，是正關注新鮮事，為小事發聲。獨到風格，開拓您的視野，爭鋒對話，焦點事件，盡在澳門萬象。回溯歷史瞬間，揭開塵封檔案，穿越時空迷霧，探究未解之謎。奧亞衛視重磅推出《大歷史一角》，帶您一同解密那些鮮為人知的歲月傳奇。他們曾經改變過這座城市，他們曾經感動過澳門。他們現在默默無聞，他們現在生活依舊。記錄他們，感悟人生，
感动生活。澳门第一部人物传记式电视系列片《感動澳門》。歡迎各位繼續關心澳門萬象，上嚟關注下最近喺高士德同埋雅聯房一帶咧，好多市民等車嘅時候發覺呢個線路係做出咗部分嘅調整啊！咁亦都有市民表示咧，改路線佢哋係唔係好清楚啊，同埋咧就係等巴士時間耐咗，浪費咗唔少時間。隨着高士德下水道工程竣工，交通局從早上開始重新調整往松山方向18條巴士路線，其中途經美福將的32線改走高士德，令不少市民一頭霧水，去錯站等了很久，顯得一臉茫然。佢有32啊嘛，都係去嗰頭咁嘛。好似而家唔行呢度咯喎。唔行呢度啊？唔知喎。唔知喎。今日開始改咗。係啊，唔知喎。唔清楚啊，成日都改。幾多號啊？32。係啊。唔行呢度噶咯喎，今日開始。係咩？發現自己擺烏龍，馬上快步離開，就是生怕上班遲到。除了巴士路線改了又改，在雅聯坊和比利喇街十字路口的紅綠燈轉燈時間等太長，令路面交通更加堵塞。駕駛人士也都抱怨連連。如果係趕時間呢，衝呢又驚佢影到快相咯。嗰啲紅綠燈配合好啲咯。即係譬如呢個你可以遲少少先開始停，咁我哋呢度即係可以唔使呢度排晒長龍咯。呢個太快得滯啊，路邊就太耐啊，咁變咗可能或者佢美富將嗰啲車嘅流量多得滯啊。另外，儘管增設紅綠燈就是為了平衡行人過馬路的需要，但不少市民似乎漠視紅綠燈存在，照樣闖紅燈。究竟這樣的交通分流是否有效，要視乎。咁作為普通市民嚟講，每日都會搭公交車或者係自己揸車啦嚇。咁如果係我哋經常提倡係搭乘呢個集體運輸嚇。咁喺公共交通運輸嘅設計或者係嗰個整體嘅運輸服務上，其實有邊啲需要改進嘅地方？你認為？其實咧第一步咧，即係其實特別可以睇得到啦。雖然咧汪文局長喺上場之後我哋交局成立之後，其實可以咁講罵聲連連，咁但係現實上你睇翻咧，其實交局咧係有一定嘅思路嘅，咁只不過可能中間有啲陣痛，大家居民要接受。其實甚至可以咁講啦，現在嗰個巴士嗰個俾人特別係新巴士公司加入營運之後咧，其實俾人嘈得好犀利嘅一樣問題就係話係咪黐線㗎？條路都冇位㗎咯，你仲加啲巴士入嚟，咪更加冇得行咯。咁但係你亦都睇翻好多時當初點解要做呢個原因，就係居民特別搭巴士嘅居民話冇巴士啊嘛，咁冇巴士按道理咪加咯。咁其實我覺得有少少陰謀論嘅，其實個陰謀論係點咧？就係話現在就係一種方式，就係話既然冇㗎嘛，咪多啲咯，好多啲啦，咁冇人會再質疑我唔多啦。依家質疑嘅就係話條路冇得行啊嘛，咁佢先至可以再去，即係我覺得佢係一步步，佢就用一種嚟就話嗱，我哋現在為著令到啲巴士行得更好咧，佢就可以有更多嘅理由要求個道路入邊咧，可能對巴士有啲傾斜，例如話曾幾何時我哋澳門邊有可能話俾公交俾巴士先行嘅咧？唔會噶嘛，得現在就係開始有呢個狀況。咁而現實上亦都係甚至有啲更陰謀論，就係話因為現在塞到條路咁啦，大家就嚇到大家唔敢再揸呢個私家車出街啦。因為揸私家車出街，一來時間冇保障，哇我都唔知塞到幾時；二來其實你可以睇翻近年咧使用呢個汽車嘅成本咧係高咗非常多嘅，可能油價有影響啦，特別車位就好攞命啦，車位係貴咗非常之多。咁所以我諗大家有用開私家車嘅人士都發現咧，近呢幾年使用私家車嗰個成本越嚟越高。咁我覺得佢係希望透過呢一樣嘢慢慢可以引導，但係我覺得做錯一樣嘢就係佢有少少就係叫做即係衰啲話本末倒置喎，就係我用咗呢樣嘢係去即係佢我可以咁講，本身澳門嘅交通因為以前一路就放任啲車輛嘅增長，亦都冇一個好完善嘅嗰個公交系統，變成有少少就係已經係話係一個死結嚟嘅。你俾任何人搞一個咁少道路咁窄、車輛咁多嘅人嘅地方，你要做都好難做。現在交局可能有少少叫置諸死地而後生，我就用呢種方式試下可唔可以搞得掂啦？咁我自己覺得我自己首先贊同公交優先，但係我覺得方式真係可能可以更好。例如話其實咧，佢有少少係驚得罪市民啫。其實要做嘅，其實佢應該喺加入新服務、增加巴士嘅時候，同時係要慢慢將嗰啲
線路係要改，但係其實佢係有呢個思路，其實有睇翻嗰個成個公交嗰個優先，即係個巴士新型嘅服務，其實將來下一步要做嘅就係不停將我啲站點改同埋 cut， 咁樣先至能夠令到啲巴士嘅運轉力係增加。因為但係其實佢就驚啦，就係我先一步步嚟啦，加咗巴士再嚟改站點。如果佢驚一加巴士改站點一鑊過咧，我哋成個澳門亂咗嘅時候咧，佢承擔唔起呢個後果。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係要求兩方面，如果要改善，第一方面就係盡快去優化嘅站點，令到你現在嗰啲巴士有得運轉。因為現在已經唔係夠唔夠巴士問題，而係巴士運轉唔到。你見到6架巴士可能入邊有3架係同一個 number 嘅時候，其實你已經知道發生咩事，就係因為嗰堆巴士喺頭先個路口一齊塞住咗，喐唔到，咁所以變成後面2班都追翻上嚟。呢個問題喺澳門經常發現，所以第一個就係優化站點，第二個就係話係限車嘅問題啦。其實可以睇翻近呢幾年新聞就係話旅遊車其實每年嘅增長亦都唔少。所以我哋話澳門係一個叫做將來要發展成一個世界嘅休閒嘅旅遊中心啫。咁但係旅行車嘅增長其實甚至可以講發財巴亦都見好多啦。現在私人車輛嘅增長其實一路係冇減弱過嘅，然後係咁增長嘅前提下，如果喺呢個狀況下你講咩公交優先，其實都係嘥氣，因為你唔禁車。咁但係都聽到聲音啦，交局其實嚟緊都開始諗緊要做呢樣嘢。咁至於禁車呢樣嘢，其實又係總之你一喐親啲居民本身嘅，例如話你喐咗我巴士站嘅位，你要我買車貴咗。你要我使用車嘅成本高咗，全部居民都會反對嘅。咁但係我自己都係爭取一樣嘢，就係話唔該居民自己諗翻，就係話你唔好再站到自己嘅角度，你要諗下搭巴士嘅人，你唔好同佢講話佢冇本事買車咪冇本事買車，唔可以咁講嘅。呢個城市係大家共同㗎嘛，你唔可以將我自己用一架車嘅嗰個利益去蓋過咗人哋大家搭巴士嘅利益，因為人哋一等係50個人等你1分鐘，但係你自己一個人等35分鐘係冇得，即係我覺得冇得計嘅呢樣嘢。咁所以支持公交優先，但係要快啲優化線路，同埋要快啲行車。但係其實有啲平衡點我哋需要係揾準嘅，即係包括係頭先分析得比較透徹咧，就係話而家車唔夠用嘅話，咁好多市民都會覺得搭唔到車喎，車唔夠。但係車輛增加咗，尤其順便再睇一睇的士數量嘅增加啦嚇。咁會唔會即係變咗係因為道路嘅嗰個資源有限，所以未來會唔會更加係即係添亂啊？等於係嚇。我如果覺得話短期內邊啦，現實啲嘅解決方法咧，其實我自己認為咧都係可能係要透過一樣嘢，就係首先居民嘅自律啦。唔係必要嘅時候，真係唔好再揸車啦。即係我自己都開始慢慢去提醒翻自己，可能以前我真係可能落街口買啲嘢，過2個街口我都係揸架電單車去。但係其實現在我都同提醒啲嘢就係冇必要，其實真係唔好再咁樣去揸架電單車。行2步啦，不如。因為行2步一來有助健康啦，二來即係唔好有啲藉口就話嗰條路唔好行啊，點啊，點唔好行？我諗都可能快過你揸架電單車。你揸架電單車到時去到你揾位泊。咁其實好多大家即係我哋討論到交通議題嘅時候，亦都有啲嘉賓話，其實即係而家究竟澳門嗰個瓶頸去到邊度？即係究竟出現咗咩問題？亦都有一種觀點話，一方面係要限制車輛嘅增長嚇，另外一方面就話道路本身嘅資源係點樣優化，同埋有啲道路嘅設計係咪真係有少少問題咁樣？即係例如轉向方向啊、紅綠燈設計呢個方面，其實都係要多啲諗下先得啦，人性化處理。其實路方面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嘅，因為例如話好多人都有提議過，有啲路嘅咧其實咧可以擴大嘅，即係例如話兩邊泊車嘅，我咪唔泊車咯，我咪有啲新起嘅大廈附近新起一棟30層嘅喎，我逼佢有批則嘅時候有除咗你自己3層俾你自己啲住客之外，另外開多3層出嚟係地下嘅，就係俾公眾停車場嘅，咁 cut 咗啲街位，有人都提議過呢樣嘢。咁但係我諗亦都有啲專家提出過就係其實就算你加大咗某一段路冇意思嘅，因為學你講瓶頸係一個重點，就係因為某啲路入邊可能其實兩邊已經係大廈啦，佢兩邊其實都冇泊車㗎啦，已經係2條路喺呢度嘅。但係問題係，如果嗰條路係主幹道嘅話，你係即係同佢接駁嗰條路加大咗，令到嗰度啲車輛可以快咗啦。但係問題去到個瓶頸度，一樣係塞喺度。最大嘅例子，你睇到高士德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其實甚至近高士德附近嘅可以咁講，入翻去新橋區入邊，其實經常喺新橋區入邊好多單向嘅路線嘅。只要其中一個地方有交通事故或者塞咗車嘅時候，成個環流由呢個沙蘭仔，即係我講緊沙梨頭沙蘭仔塞上去白鴿巢，落翻去三盞燈，出翻去高士德，嗰度係可以完全係一個死循環嚟嘅。即係我覺得呢啲路線上面咧，其實亦都有好多人提過就有咪有啲太窄嘅路舊區
其實可以透過大家行嘅時候就唔好入車咧？我覺得你頭先講嘅好多都係值得研究，但係都係講一樣嘢，交局有時要平衡一樣嘢就係，喂，我一唔俾嗰樣車行，或者某條路更改咗之後，究竟居民個反彈會唔會好大咧？所以都係決心問題。我自己覺得而未來將來澳門嘅交通呢個死結咧，你唔用一種方式就係先將個結切咗，再重新駁過咧，係一定係死結嚟嘅。咁而呢種陣痛咧，究竟係要持續到幾時咧？我只係咁講，就係你冇一次嘅陣痛係冇可能係可以完善得到澳門嗰個整個公交嗰個運輸系統嘅。咁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就係都係咁講啦，希望政府更加之大膽。但係大膽之前提係唔該，真係問多啲居民意見先。咁然後有居民意見基礎時候，你先可以話俾你聽，我咁樣改係為咗咩咧？因為居民都理解話咁樣改會更好喎。咁所以嗰啲反對居民先至會覺得都合理，因為其實都係可以做。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定係市民共同推展嘅前提下，然後政府用一個比較大膽嘅作風去做嘅時候先可以做。唔好成日都驚市民鬧我 cut 一個站點唔得喎，我就即刻第二日過兩日就補翻個站點落去。呢一個唔係叫做聽取民意，而呢個係叫做你咁樣做唔係聽取民意，你咁樣做只係會令到你呢個結越解越深，而居民對你嘅不滿就係只會越嚟越多，唔係解決咗個問題咯。我覺得呢一個係政府同居民要共同去解決嘅問題咯。係多謝高會長今日光臨我哋嘅澳門萬象嚇，亦都希望澳門嘅交通可以盡快優化同埋提供公共交通運輸嘅運力嚇。多謝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我哋再會。澳門萬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